你的计划。上帝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吗？这句话告诉我们，神所启示的跟人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你人话不过是对普遍启示的反应，而神特殊启示是文化没有办法够到，是宗教没有办法想到，人的理性这就没有办法了解到，也没有办法推理到的。神自己讲的话。神若不启示，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我们怎么去想象有三位是一体的呢？神若不启示，什么叫做死而复活？我们怎么想到死的人会复活呢？我们的理性是一个捆绑，我们的理性是一个工具，但我的理性也是一个限制。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把自己限制、捆绑、局限在一个没有办法挣脱的这个被造的范围中间。就当神的启示来的时候，打破局限，使人从有限进入无限。所以上帝的启示来到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真理不是你所能想通的，这个叫做启示。反对启示的都是神自己做的工作，只有在神启示里面的工作，你才明白什么叫布道神学。所以布道神学不是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搞出一个学问来教导别人东西。布道神学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打开你的心，谦卑受教，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承认那些我们本来不可能明白的。